最後一集，呢度一次過可以睇晒5座8000米海拔嘅神山，講下使用便攜氧氣樽嘅體驗，亦都會分享下快閃3日當地團嘅感受，同埋我做咗個乜嘢嘅後悔決定。即刻去片。講翻點解我會計劃呢個旅行啦，係因為大半年前上網見到有人去完西藏珠峰大本營，當時咧覺得好驚訝，原來可以坐車都要去到喎，咁啊即刻燃點起我好多年前想去大本營嘅諗法。咁之後上網睇咗好多片啦，發覺其實咧只係用5至6日時間就可以完成呢一個行程，所以咧就即刻計劃出發啦。所以成功去到珠峰大本營，見到珠穆朗瑪峰嘅真身呢，其實我覺得圓滿結束噶啦，已經係。今日係回程路啊，所以絕大部分時間都喺車上面度過嘅。呢度呢係全球公認為極罕有啦，能夠喺5200幾米海拔一口氣睇晒5座8000米海拔神山嘅絕佳地點嚟㗎。個團呢包咗5餐團餐啦，但係大部分都係四川菜嚟嘅，冇想象中咁差。考慮到個地區所限啦，我覺得可以接受嘅。終於有個停車位啦，連續搭咗成6-7個鐘頭車啊，差唔多，中間只係停咗一次嘅。終於食飯啦！以前又好肚餓啊，食飯先。食完飯之後呢，我哋去咗買呢個地道小食嘅炸土豆。網上好多人話便攜氧氣樽呢擠到10幾次就完喎，但係我親身試過啊，其實總共呢都擠到大約150次啊。咁當然啦，每個人擠嘅力度啊同埋時間唔同啦，扣埋誤差呢，我覺得80次左右呢絕對係走唔甩嘅。咁以一支要15蚊人仔嘅便攜氧氣嚟講呢，其實呢買翻一支旁身呢都係必須嘅。最後咧都想講下呢一種3日團啊，我覺得好適合想快閃嘅人參加。基本上除咗納木錯，我想去嘅景點咧都包括咗啦。而呢個團咧嘅行程間都係差唔多，價錢咧主要係因為用車食宿嘅唔同會有所分別。其實佢咧都有4日團嘅，大家咧可以去參考下。另外咧呢一種3日團咧，由於司機揸車時間所限制啦，第3日咧係會喺日喀則火車站咧散團，然後咧就自己搭火車翻去。而我咧做咗喺呢個行程最錯嘅決定啊，就係應承咗司機每人收50蚊人仔，就可以咧帶我哋咧翻到去拉薩酒店。聽落去咧好似好方便啊，又唔使等火車開車，應該係更加快翻到拉薩啦。但係其實咧始終火車都係快過私家車嘅，最後我哋咧係要比火車更加遲嘅時間翻到拉薩市，而火車咧就應該可以喺車上面喐動嘅，相對應該唔會坐到咁悶咯。Safety is our priority. Enjoy your flight. 而家喺昆明機場啊，我哋又食多一餐啊。點解？因為又 delay 啊，去程 delay 4個幾鐘，回程都要 delay 2個幾鐘。祝你旅途愉快。好啦，我6日西藏旅程圓滿結束啦，多謝收睇，下次再見。Yours or